哎，那请我几个啊？啊，不知道啊。哎。他那边给我，阿拉没做哩。我几个嘛，阿罗出这个嘛。他那边给我，阿那那个天天给八个嘛好了。阿罗一直在补，给不了，阿八个嘛补的，俺那就当你不舒服了。咋个？那强，阿才，阿说真的，10多岁多不了。哇，真的嘛，是的是的。俺们现在在体育吃哈的，阿姨就是。哦，阿快做去呗。哇，太嘛就。哦。我听说你就喜欢你。他说都是你有么个，有时候看咱们米布了就不。哦。喏，都漂就那是有干嘛米布拉的，有干什么都只有啥嘛啊。阿姐，咋个了姐？哦，我哎。俺们还个人啊，你在那咋个呢？俺来干了你呢。哎，俺们那家。哦，阿姨有吧？啊，新娘啊，没新娘啊。哎呀，啊不，你看那个一边吃那个。我一边吃吧我，啊今天我倒是你吃了噻。那你话这里边大，啊你别讲，可什么嘛啊？哎，哦哎呀，那里的瓜西路噻。哦，阿姨那头我里天气嘛，可路边是他妈的桥路下不？哎呀，他妈让我去陪，你的没事我。我哎，这看看看我来发什么？我哦，阿姨的，俺那一米呢，有5米是我。哈哈，俺们那有5秒。安呢，哎呀，他弄东西啊。哦，这吃的什么那个？哦，现在都你去做阿姨呢，你去做，那我看过可吃吧，可你妈啥有来呢？是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是啊。这今天去吃吗？你什么来吗？俺妈妈那家。哦，妈个呀，我看那那地方呢，我看那那个TV啊什么嘛呀，哎呀，那个，那的小娃子打踢的不好吃嘛。你姨妈呢？你妈夫干了嘛？那就干嘛你都要嘛？你妈烦嘛？啊，你不要老板，你太没品了。哎，别提我妈那个。谁动啊？
你要下面肉，那咱们包间弄到了我这。我不是那大吧？他怎么样？我这就跑步了是喏。哦哎，俺嘞。挺不要紧。我们来给我。好好吧。阿妹不可别结果给他的，他就觉得我把头破噻，你给把那一步嘛，俺的意思。地矿啊嘛，地矿啊。哦，一句嘛，得几个？阿拉弟兄会是弟兄吗？我怕走吗？啊，我瞧一个，这，大姐。你面好下面肉你是你什么瓜？他得干了呢。啊，那我这里个样子，阿嘞。我来了，就吃了么瓜。那是个的买皮肤的，给谁？我这嘛，干我想不想？你面好下面嘛，你吃好肉多呢，肉也得味，还有嘛嘞？阿嘞的。他得干了呢。阿妈面子就拍的那边，我打不打给装嘛？你面下面可热嘛，咱们过这边，我这不你什么你试试的一那干嘛？阿你给我拿一些呢？哎。我怎么问你那面面有，试试别试试还有一嘛啊？哎，俺嘞嘛。离鸟，兔年里，全鸟，那啥的跑过。我年个哪里？我鸟兔年里，全鸟。啊，这是姑娘来的呢。那我的俺有在学，那钱不学，爸爸，俺那个要那么好，是嘛嘞？没咋弄的没好事，可想到没做不这个。是过的嘛，恁把什么出去呢？没事的，做那大嘛。我要么，我俺没这个，我没做事的，现在干的。哎呦，我想没啥子嘛，弄这个，听你这个。哎呦，你的话，啊多少门有个把那马有给你在这里。那你嘛，刚那里嘛啊，啊可想弄嘛别用嘛，啊咋地嘛啊？来一次。哦，项目，我去哪哪？阿里干那个那对嘛？那对不起骑上的嘛，对不起骑。俺们俩是死过啊。俺你们拿钱的毛多少？哦不，那前面有在一起吃了是可以。哎，我拿钱我没找老师嘛。给项目了，是啥个呢？那嘛吃的个？哎，啥个？给吃嘛？哎，项目嘛。那不给。啊，咱要么是给嘛啊？哎，还有
吧？俺是就俺呀。哦，这是他妈个别穷鸟。哎，大哥，那真的那穷人嘛哎。好来。哦，反正咋来就，哦，也来的呀。加呗。 比啊，都第一个下圈几毛就过吧。我就，第一个他妈就过。那弟弟嘛，你必须。我这个，那你莫拿球，正好嘛，来拍哥哥正好嘛，弟弟过了嘛。没给了。师傅耶！你们都把给气的啥子？那你们拿球，阿姨那你们话可吃哟。俺告诉你，对，都搞到那个人比较对，俺今那想想，人家地上你看吃什么我，托有咱们爹老的说的什么我叫，啊，看你们啥有阿姨呢？啊那人特别的你嘛，这个就是解决上嘛。我，哎，啊，是是叫啥？要不了必须找，没了路必须找，或者是你就最必须找，你这个就上面叫啥用啊？你是？我，哎，那我不要个，俺们得，给你洗那个。俺们得，今天咱们得做点巧的啊。